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天气一个变化，咱就会听到辐射冷却效应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射，射就是弹的意思，代表讲用速力或者是弹力，甲炮弹箭甲发射出去，像咱讲射箭发射。另外，佫用针来注油这，咱嘛讲是射，像咱讲注射、葡萄射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看到就是注射，这是为日语来的，意思就是用针来注油这。另外，注射佫有一个意思，代表讲别人的歹听话，或者是先讲互大家注意到，像讲伊乌白甲我注射，就是乌白甲人晶体。第二个词辐射，会当讲是电磁波，嘛会当讲是用射线放射出去的物质，特别讲是光波、电磁波、声波、放射性的物质发射的波，或者是粒子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要宣导防火安全问题，消防局特别去海墘啊，甲土改船头家注射，提醒大家火烧船的时，上惊热辐射效应，会害插伫边的船嘛去扫到风台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写提供予大家参考。